讲到台剧的创作形态是愈来愈多元，唔但有电视、动画，甚至有舞台剧。今年文化大学戏剧学系的毕业公演，也要用台剧南华剧的方式演舞台剧。这戏出的名叫号做《飘》，在戏内面讨论到同性婚姻、宗教议题，也个面对生死的哲学思考，要用台湾话来讲真侪当代社会需要关注的议题和故事。咱即摆转来的原因嘛是因为台湾会当结婚啊。 我想要转来结婚。无，你讲啥啦？结婚？啊，你想清楚无？厝内小弟跳楼以后，小连续带出阿姊的同志议题和家庭的紧张关系等等。这出戏票是文化大学戏剧学系的毕业公演，今年以台剧南华剧的方式演出，编剧毋望用上自然的对话来呈现生离死别。我的阿公，伫我 当上大学的时阵过身啊，我开始写剧本是想要记录我的家庭的故事，然后我有甲足侪同学啊朋友开讲，嘛听着足侪甲同志有关系的故事，希望大家若是有思念的人，毋管是朋友还是亲人，拢会当想到就赶紧讲，莫等袂赴啊，才来后悔安尼。 大学4年的编剧讲家己的台语也无啥练长，在写剧本的时，才开始慢慢啊回想厝内人讲台语的困口和感情，才体会到台语真正无简单。另外，因的戏剧指导陈世杰是业主的编剧，伊嘛真支持台湾的囡仔用家己的语言和原创的剧本来讲少年世代关心的议题。想要讲，莫过演遐什么莎士比亚，莫过演遐经典剧本，我就想讲演你家己的故事。 这少年呢，因来用台语来演因家己的厝的代志，啊，来讨论因关心的议题。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讲因出里的心声。但世界嘛分享讲，家己是同志的身份，老爸伫旧年过身，迄来侪心声拄好对应着伊的人生故事。今年在指导的时，目屎自然的感动甲连落来，伊嘛毋望招大家做伙来看戏。这出舞台剧飘自4月26至28，会伫台北客家音乐戏剧中心演出，希望大家看了拢会当甲心肝底的爱讲出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